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足甘心、足温暖的画面。台中大雅有2个棒球队的小队员，看到大路顶有行动不方便的阿嬷，塞着塞车咧过大路，因热心去甲阿嬷斗扶。这个老阿嬷是翘骨90度的矮腰，行路真慢真吃力。小队员一个帮阿嬷来塞车，一个耐心扶着阿嬷。这个阿嬷安尼一小步一小步来过大路，过路人都甲这个过程翕落来铺上网。这民众拢学到讲，这个小球员吼，真赞，互人真感动。这个国小棒球队员扶这个老太太过车路，这个老太太呢慢慢啊行，这个小球员嘛真有耐心伫家扶，一步一步经过这个路口，这个经过车嘛拢驶真慢。当时这个老太太伫国小门口要塞车过车路，因过伊行动无方便，车搁遮济，这时有2个消防队队员看到了，随过来甲协助，因先塞车过，再过来甲看。就跟他说，他脚好像很痛，要不要去帮他？然后他就说好，然后我就去帮他，然后就一起过去，一个就先帮他把那个推车推过去对面，然后一个再去扶他过马路。小球员讲，当时因感觉老太太需要人斗相共，无想伤济，因这个动作互民众翕了铺上网络，大家拢学到这个小球员真赞，比拍一场好球搁较好。像企业啊，或者在地的人士都有帮助我们很多。教育孩子就是珍惜，然后知福惜福。球员比赛时讲出好球，接受队友的赞声。校方表示讲，消防队平常时接受来自各方的帮助，才会当稳定的成长。家长甲教练嘛拢教这个囡仔，要有感恩的心，回报社会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